前敢有来拜过？有哦，得到一个囝。啊，唔对啊，咱这生一年啊，拢无看到庙啊。来来来这，来来这来行这，过啊。来我头看。不快哦。真正出来听。屋顶啊！哇，哎，这大间呢？是。应该啦，市民本来就是高高在上嘛。对啊，这一天。甲你讲咧四边吼，拢有电对他坐啊，啦。你无去啊？你有会拜阿姨要上课啊。你会谢谢啊？我讲拍拼一个。你等你拼啊，啊，阮替你拜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啊，摕阿嬷的汤啊。我有汤啊吼，来记住哦，迄个汤啊袂使炸到。对，好，你这个谢谢，我先来拜。多谢。很大嘞，这快。好宽敞哦。哎，不了大嘞。往来会使吼。啊，要来拜拜呀！那做迄个红叶，那是这个弟弟。弟弟吼，啊，拢来拜祝生牛牛的了，有这是，这两个拢是牛马救起来的。哦，拢牛马救起来，哦，牛马猪比这么疼是，哎呀，哎呦，这就是吼，哎，四界花市，做羊毛穿树，哦，失败，羊水管那讲拢一直滴落，一直滴落。哦，一直破起来，羊水破起，嘿。啊，就是牛马公，嘿，来拜拜。嘿，来牛马。哦，安尼你也甲牛马安尼感恩哈，牛马甲你救起来呢，嘿。我请问一下，顶边的在祝生牛牛边啊的是？旁边一个二妈，嘿傻牛妈啊，他们就是这一尊，他是安胎，一个是保胎，对啊，因为娘娘是祝生，所以他们的工作一个是棋子。其实我头拄仔看呀，伊婆姐足济，我较少有看过上济就12婆姐尔。啊，这样是我们这里是36尊婆姐，36照说尊。是要36尊婆姐。哦，是安怎？什么意思？以前的人啊，若是要嫁娶啦，是要生囝啥，拢会请神明等，拢请婆家等。请婆家啊，但是可能吼日积月累落来，时间一久，有的人无请等来。啊，我们就是在这4、5年来，我们就把它再增加36尊，让他们都齐全。哦，对。啊是讲36婆姐，伊敢有什么意义？其实吼，恁看吼，36婆姐这侪尊，因每一个因的角色拢无共，他们也是各司其职。哦，安尼讲我才看出来，唔是拢爱囡仔呢？哎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呢。带囡仔、爱囡仔、抱囡仔，啊嫁囡仔生的，他们的这些角色，其实囊括起来，等于就是一个妈妈要做的。哦，妈妈是万能的，妈妈是伟大的。啊是讲，因为我看到别尊神明啊，除了讲咱边啊好良平啊好平的神明，啊顶边都有。那边以吼求子来讲啊，就是娘娘嘛，花公花婆他们很重要。你有看这边这斜对角有一个有喙鬚乌乌的，哦，那就是回公，啊，伊边啊回婆就是伊的老婆，对，他的老婆，他们的任务就是在顾徽章，顾咱查某人的徽章，顾咱人的无形徽章。哦，徽章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是说徽章，那查某就是徽，查甫就是树啊，就是草。所以为什么要带花来？所带的花就是花公花婆他们在顾的。啊，我们这里岸上我们有这个红花，让他们求回去。啊，这个红花，这款红花来求的呢，咱是要讲。咱比如说红花若是求外杯求吼，提好去过一路，过好了后吼，会使伫娘仔面头前先插一会意思，插好了以后，外口坐一下，还是要去烧金，然后了要转去，再把这个花哈，我会红包袋给他带着，然后红包袋外面会粘这张纸。哎，这起来这个要做功课，拿回去就是要做功课。哦，这就来讲呀。等于拢会念吗？大刚念。对，每天念。哦，每天念到有一天你真的是怀孕了，对，每天做功课，再把红花带回来，来跟娘娘还愿，然后来跟她报喜。哦，对，花还要带回来。我们会把它放在那个下面，炉的下面，等初一十五我们会帮它化掉。啊，是讲咱拜糖啊以外，咱这个水果方面，敢有啥物？水果的话，吼，我拢会叫伊炸金蕉、梨啊、柳丁。金蕉、梨啊、柳丁就是招恁来出店。哦，招恁来出店的是是好事。对。我拜迄枣啊。枣啊。
你啊，甲往来就是做你来。做你来，哎，拢会使呢吼，做你来。谁贵的拢会使，做你来。你有讲啊，人生中嘛是爱有规划，袂安尼白白的就每一分每一秒。我想要去外口看卖的哦，真舒适呢，外口。你看这个、迄个，这店啦，讲着带我就安尼啦。你看即摆这个囡仔哦，啊你看兄弟要带唔带？什么好啦？你要搁带啊？我算收了，但是我有见过人要带。哎呀，这样看。圆满。哎呀。你看它也是圆的。拢圆的，啊，徛在遮嘛就舒适的，风安尼吹。所以出生女儿踮咧较悬的所在，眼观四方。每一间厝的囡仔我顾会着啊。嘿，啊你若见生气，伊嘛是甲你顾会着。袂啊。我来念我的心为止。咱这个若有下一季哦，我生互你看。给我录起来，这段录起来。你讲画面卖嘎掉，然后第二季呢，你看它生不生？哎，你要拜祝生女啊？对呀。哎，有囡仔吼？对呀。几个月啊7个月。7个月哦。对呀。这个咧？你该都冇位。哈？所以大家咧，就是你妈拜拜啊。是满月哦。对啊，所以家就是你妈叫的。我也有。今日冇告诉哦。哦，这今日冇告诉哦。你都冇告诉我。你讲故事的。哦，你这，好。哇，囡仔爱干呢？啊，这我就是讲，嘿，听讲佫做羊毛穿树。会失败，羊毛穿树嘿，因阿公吼，甲因婆婆讲，较济钱嘛爱开，哦，咁要做伙，啊，阮查囝就是讲不爱，因为伊经过正刚好，又失败，又伤到胎儿，啊，就安尼讲，你妈就较灵感着，无来喊你妈救，吼，那时候已经要水少一半，插掉，羊毛穿刺去插掉，因阿迄边的亲戚吼，有做迄种讲囡仔全无去，所以阮就是拢有拢来找牛妈的。我两个都是这里。哦，所以就常常来拜拜的。你看，今天看过。这妈为了呢咧。你看因为人家做古锥，你唔讲，你不要破，你要考虑一下。这个来圆满啦，咱主要就是来拜祖先娘，找祖先娘来拜伊。来到这个祖先娘庙，你看嘛，去看到人的囡仔，你看，对啊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哎，其实我头一届来到宫内底吼，迄种欢喜是跟那囡仔的同款的迄种欢喜。像小孩子见到妈一样，嘿啊，开心的感觉，拢朋友迄种感觉。嘿，这头前嘛是真水，足水啊，头前足水。对啊，风水。这间庙算查某的，较花头。较兴就对啦。查某的砖头啦。哦，查某的姜头。这跟台湾即马共款的，女权至上。男女平权，男女权，没有啊，台湾拢是女权至上的。那我们很谦卑哎。有哎，你没有觉得我们讲话很客气吗？你温柔体贴，贤惠，搁研究好，安尼好吧？当然嘛，先来了。啊，你今日有欢喜吧？欢喜。啊，下礼拜再来去庆祝好吧？好啊。咱欢喜庆祝团。